在地新闻，咱来关心花莲吉安乡的平交道，伫70暗发生普悠玛列车要通过平交道的时，最后一架轿车冲入去黄色的网下线，双方两边拢有相挨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警方即马要依照犯公共危险罪，甲嫌犯送法办。 火车通过平交道，煞甲白色轿车发生挨着了后，紧急停落来，过程拢被后边汽车行车记录器翕落来。70暗时8点半左右，花莲县吉安乡稻香村平交道发生445次普悠玛列车挨着停伫黄色网转线内底轿车意外。因为我开在这里，然后他那个。 才放下来，然后我想说，那这里应该可以停啊。哦，他就擦撞到。对啊。都在第一列车，然后突然听到有些剧烈的震晃，然后车子冲到前面，然后就突然停住了。这样应该是我撞到东西，因为我听到明确的那个撞击声。 顶个月之一，代替太鲁阁列车接伫花莲嘉宾段遭到弄一个铁轨内轿车弄掉，造成2只车厢甲强水装置受损。想不到无到1个月，佫发生平交道事故，好在无人受伤，敢若造成慢分77分钟。警方统计，稻香村平交道今年到即马已经发生10件闯入临停者违规行为，附近人讲闯入的频率真高。 一天好几次，对，因为它中间很长嘛，很多驾驶人会以为说过得去，可是他过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栅栏下来了。平交道义务侦测器启动以后，那个警告那个列车驾驶仍然不急，然后撞上该致小客，那全案我们依那个公共危险罪移送。 那个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强调，平交道经营闪光号志阶段期，迄时阵已经启动驾驶人有权强行弄入去，应处1万5以上9万以下罚款，搁吊扣驾照1年。专案以涉犯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